你偶然量完血壓，血壓高過140/90，以為血壓高，又唔想食藥，好擔心。咪住，千祈唔好搞錯。衛生署指引話你錯了。衛生署於2021年出版了《香港高血壓概覽》，話俾你知應該點樣量血壓和判斷血壓。不單係咁，仲要每趟量血壓要量2次，要相隔最少1至2分鐘。其中在英文版中家居量血壓的診斷，需要7日週期的血壓記錄，包括早上和夜晚嘅血壓記錄。其實美國心臟協會早於2019指出行動血壓和家居對診斷血壓的優勝之處。美國官方委任的科研實證策略組織 U.S.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 於2021年以非醫院診所血壓，即係用行動血壓和家居血壓為甲級量度血壓，用作診斷和治療。要先清楚你的血壓，否則會誤判走錯路。